各位街坊，今日我哋講緊嘅唔係八卦，而係血淚。你以為成日話交樓就等於可以安心入住，但中山坦洲嘅朗斯新城業主卻大喊交樓、交坑。呢個項目前身係由天熱集團開發嘅中山港澳城邦，其後因開發商陷入金融債務糾紛而爛尾，直到2021年底先由朗斯接手並改名重建。睇到嘅唔係理想家園，而係隨處可見嘅施工瑕疵與質量隱患。No, God, please, no, no! 項目交房1年，業主投訴單位內地下車庫牆面剝落似爛紙，排風管受到穿孔。更離譜嘅係地下車庫長期淪為地下水塘，交房1年漏水問題持續惡化，公共區域更加危機四伏。小區地下車庫配電室未安裝大門，人員可隨意出入，配電箱存在外接電纜線裸露情況等等。此外，地下車庫唔少無坯空間內裝有電燈，長時間通電開啟，部分電燈甚至揾唔到開關關閉。小區除咗配電同積水問題，仲存在多處消防逃生門同消防栓破損，樓體鋼筋裸露，牆體破損未修復，垃圾堆積未處理，地下車庫信號未覆蓋等諸多問題。存在咁多問題都唔知當初點樣通過驗收交付。雖然業主多次向物業開發商同政府部門投訴，中山市住建局亦曾經要求今年年中前完成整改，但期限過後問題依舊，工人亦象徵式撲水泥。所謂嘅整改期限形同虛設，最終損失仍然業主本身。所以買樓唔係買棵菜，爛菜可以掉，爛樓綁定你70年。所以為更好避開問題樓盤，關鍵選擇有信譽、有保障嘅合作方。美聯物業作為香港龍頭地產代理、上市公司，提供跨境置業一條龍服務，助你安心安家。